美國政府終於重新開門啦！11月12日，眾議院終於通過咗臨時嘅撥款法案，川普隨即簽署成為法律，政府終於開門啦。但係我哋聽到嘅唔係 TSA 空中管制員同埋軍人咧，終於攞到工資咁開心，而係話咧民主黨內部有好多人喺度大鬧呢8位同共和黨企埋一齊嘅參議員㗎。One of the Democrats who crumbled like a granola bar in your backpack is New Hampshire Senator and the Joker's proud aunt, Jeanne Shaheen. Democrats drew a line in the sand. They said, we are not going over this. And today, after 41 days, they pulled out a shovel and a bucket and they ate all that sand and got nothing for it. Isn't that great? 歡迎嚟到不左不右。今日我哋就嚟分析一下，究竟同1個月之前有咩因素嘅變化呢，使到政府終於可以開門呢？咁我喺1個月之前咧就預測到咧呢次政府關門咧一定會打破歷史紀錄。果然呢一次關門時間咧達到咗43日，將之前嘅紀錄咧延長咗8日嘅。咁我當時點解會咁確定呢？就係因為咧民主黨特別係參議院嘅領袖 Chuck Schumer 咧，佢係冇退路㗎。因為民主黨嘅核心支持者咧都係希望佢哋嘅領導層咧去戰鬥而唔係妥協嘅，所以咧 Schumer 咧壓力好大。更何況咧好多消息都表示話極左派嘅眾議員 AOC 咧有意去取代佢嘅參議員嘅位置㗎，所以無論在公在私咧 Schumer 同埋民主黨咧必須要強硬對待㗎。咁就算直到而家咧 Schumer 本人咧都係反對政府重新開門㗎。佢嘅意思咧就係話呢8個參議員咧自己做出咗同共和黨妥協嘅決定嘅。但係話翻轉頭，點解明明民主黨喺上個禮拜嘅選舉大獲全勝，士氣大振，大打川普一巴，點解佢哋呢啲參議員咧仲選擇咗退讓呢？咁我睇嚟咧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就係話呢一場勝利咧其實係冇咁大嘅。呢個咧唔係話呢次選舉咧唔重要，因為如果係唔重要嘅話咧，我係唔會專門用幾期節目咧嚟分析呢件事嘅。但係我哋客觀嚟睇咧，民主黨重點嘅勝利咧都係嚟源於南州嘅，無論係紐澤西州、弗吉尼亞州，甚至係紐約市咧，喺參議員呢啲老江湖睇起上嚟咧，呢啲咧只係意料中事 ，get the job done，冇咩特別嘅。另外咧，曼丹尼咧佢只係攞到啱啱一半多少少嘅選票嘅啫，亦即係講明咧，就算喺紐約市咁樣極其自由化嘅城市咧，極左派同埋社會主義者咧依然會受到巨大嘅阻力㗎。咁而家嚟26年嘅中期選舉咧，依然有1年嘅時間㗎。如果民主黨冇辦法展示少少兩黨合作嘅精神嘅話咧，就肯定俾共和黨大炒特炒嘅。咁咧難講咧對中期選舉有咩負面影響。其次，正係因為要考慮選舉，呢8位參議員咧先至更加有俾政府重新開門嘅動力㗎。我哋可以睇到咧，包括賓州參議員 John Fetterman 咧，3個人咧係位於搖擺州嘅，3個人咧係位於新英格蘭地區嘅。咁新英格蘭地區咧本身嘅參議員咧都比較獨立啦。咁包括 Bernie Sanders 咧都係嚟自於新英格蘭地區嘅，因此咧呢啲參議員咧本身咧都會要顯得比較溫和少少嘅，因為咧佢哋嘅州咧競選非常之激烈嘅。咁而更加關鍵嘅就係咧呢8個人入邊咧有2個參議員咧已經係宣布咗退休啦，剩低嘅6位咧都係要至少等到2028年咧先會考慮連任嘅事嘅。所以咧佢哋就諗到話，就算呢一次投票咧暫時激嬲咗黨外嘅呢啲強硬派啦，等到佢哋3年之後要尋求連任嘅時候咧，亦都冇乜人去計呢條數啦。不過當然啦，位於搖擺州，而且暫時唔使擔心連任嘅參議員咧，唔係淨係得呢幾個人嘅啫。但係咧，其他人咧冇支持㗎，所以咧，我哋唔可以忽略呢啲參議員本身嘅意願㗎。其中咧 ，John Fetterman 同埋內華達州嘅 Catherine Cortez Masto 同埋緬因州嘅 Angus King 咧，從第一日咧就反對政府開門啦。而且喺拜登在任嘅時候咧，都一直反對政府關門。咁佢哋前後一致嘅，所以咧係值得讚揚嘅。咁而剩低後面5位加入嘅參議員咧，佢哋亦都睇到呢一段時間咧，政府關門對佢哋嘅選民嘅巨大損害㗎。特別咧係弗吉尼亞州嘅參議員 Tim Kaine 嘅。
咁我哋之前喺弗吉尼亞州選舉嗰一集講過啦，政府關門喺一段時間咧，可以確保咧民主黨喺弗吉尼亞州係大贏特贏嘅。但係只要係選舉一過咧，Tim Kaine 咧就立即改變咗立場啦。佢咧就希望政府可以盡快開門啦，減少選民嘅痛苦㗎。咁而其餘幾位參議員咧，佢哋亦都對大量嘅航班取消、糧食券嘅發放同埋軍隊嘅士氣咧都有考慮嘅。所以咧，佢哋都改變咗立場，並且咧願意承擔呢個政治後果嘅。呢一點咧，亦都係值得肯定嘅。咁之前咧，我同樣講過啦，川普喺政府關門呢件事上面咧係唔會退讓㗎。咁啊，事實亦都如此啦。川普同埋共和黨咧立場非常之強硬嘅，佢哋咧唔會因為區區嘅政府關門咧，就將佢哋咁辛苦先通過嘅大而美法案入邊嘅核心內容咧去廢除咗嘅。川普咧不惜放棄今年選舉嘅前景咧，因為佢知道咧本來咧機會都唔會咁大，亦都係唔會退讓㗎。喺呢一個幾月入邊咧，川普咧就展示咗佢對共和黨嘅掌控力㗎。因為咧就算明知唔會成功咧，共和黨喺參議院咧依然連續發起咗14次投票㗎，而每一次咧都係只有得一名共和黨參議員反對嘅啫。咁呢一點咧就俾咗民主黨巨大嘅政治壓力㗎。所以呢8位同共和黨企埋一齊嘅民主黨參議員亦都清楚啦，川普呢一次咧唔係 tackle， 再繼續落去咧，民主黨咧都唔會攞到咩特別嘅好處㗎，而反而咧會俾川普進一步行動咧帶個藉口嘅喎。係咩藉口咧？就係咧川普要威脅廢除阻撓議事 filibuster 嘅。咁基本上咧，我哋可以理解為咧，正因為有 filibuster 咧，參議院咧要需要60票咧先可以通過任意一個法案㗎。所以咧呢個就迫使執政黨咧要同反對黨合作㗎。但係之前咧，因為政府遲遲都冇開門咧，川普就係打蛇隨棍上咧，好多次咧喺 Truth Social 上面咧就要求廢除 filibuster 嘅，而且咧已經有過半數嘅共和黨參議員咧就係同意嘅。咁萬一 filibuster 真係俾廢除嘅話咧，咁民主黨咧會陷入非常之不利嘅境地㗎，因為咧至少到中期選舉之前咧，川普可以隨意咁通過佢任何想通過嘅法案㗎，有住巨大嘅先手㗎。咁咧，如果政府開門啦，咁川普咧就冇呢個藉口啦。有啲本來搖擺不定嘅共和黨參議員咧，亦都會反對廢除 filibuster 嘅。所以咧，政府開門咧喺呢一點上面嚟講咧，其實對民主黨咧係暫時解除咗危機㗎。咁另外一方面，正如我哋之前所講咧 ，Chuck Schumer 咧要顯示得強硬少少，如果唔係咧，佢個位肯定係不保嘅。但係作為少數黨嘅領袖咧，佢同樣要考慮 filibuster 俾廢除之後嘅結果㗎。萬一咧真係喺今年尾廢除嘅話咧 Chuck Schumer 呢個位置咧更加係不保嘅。咁佢之前就強調話咧係呢啲參議員咧係自己行動嘅，但係我就唔係好 buy 嘅，因為如果係真嘅話，點解一開始咧就係得嗰3個人同意咧？點解選舉一個咧，立即咧就有5個人咧轉態，然後咧啱啱好加起嚟咧就60票咧？仲有其中一位投票嘅係伊利諾伊州嘅參議員 Dick Durbin， 亦都係民主黨嘅黨鞭嘅，亦即係 Chuck Schumer 身後嘅2把手嘅。咁如果冇1把手嘅默許嘅話咧，2把手點解會做呢啲政治風險咁高嘅嘢咧？最合理嘅解釋就係咧，2把手咧佢又已經宣布要退休啦。所以咧喺呢個時候咧推佢上台咧，實在係最好嘅選擇。所以咧我就認為咧 Chuck Schumer 咧喺私底下咧一定咧係會參與呢一次政府開門嘅，至少咧佢係默許咗嘅。咁總而言之啦，民主黨嘅呢啲參議員咧最後同意轉態咧，係唔單止咧佢哋嘅個人意願，亦都有佢哋權衡咗政治需求同埋川普嘅態度之後嘅結果嘅。咁背後咧亦都有 Chuck Schumer 嘅影響嘅。呢次政府關門咧，就導致超過100億嘅經濟損失嘅。但係最後咧，民主黨咧依然只係接受咗共和黨一開始嘅條件嘅，亦即係話咧將呢個臨時撥款咧延遲到1月底，而且咧允許佢哋對奧巴馬嘅醫療補助咧喺12月底投一次票嘅。咁企喺旁觀者嘅角度嚟講咧，呢幾十日嘅混亂咧，最後得個吉嘅啫，因為到時1月份咧又可能會再過嚟一次政府關門。咁到時咧，選民咧就更加可能咧會係嬲民主黨噶啦。
而且咧 Schumer 嘅呢個計謀咧，似乎係冇俾佢嘅處境有好轉嘅。呢一次幾乎係將 Schumer 同埋極左派嘅矛盾咧，完全係擺上台嘅。AOC 都明示咗啦，佢就話咧參議院咧要有更好嘅領導層，咁咧希望選民睇到咁嘅情況之後咧，會喺參議院嘅初選入邊咧就選擇極左派嘅候選人嘅。咁換句話講咧，民主黨唔單止咧要對付川普，更加要內鬥㗎。咁而家睇嚟咧，極左派咧喺氣勢上面咧已經係上風㗎啦。但係 Schumer 咧喺參議院嘅根基非常之深厚㗎，而始終咧極左派嘅人數咧暫時咧仲係比較少嘅，所以咧呢個就使咧26年嘅中期選舉咧就更加重要啦。如果極左派咧可以喺初選入邊咧大範圍咁戰勝民主黨嘅建制派，再喺決選入邊咧擊敗共和黨候選人嘅話咧，咁 Schumer 咧似乎就係得退休一條路啦。但係如果建制派贏嘅話咧，我仲係睇好咧 Schumer 咧會繼續佔據民主黨參議院領袖呢個位嘅。不左不右咧會持續關注民主黨內部嘅情況㗎。下期咧我哋再嚟分析一下而家佢哋反抗川普嘅戰略咧有咩可以值得改進嘅地方啦。咁如果你中意咁樣嘅理性分析嘅話咧，就記得點讚、訂閱、留言同埋分享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多謝，下次再會。